台湾是一座高山岛，随自然受到气候同地形的影响，分布动物园。到来开发的400年间，罗主公为了一方水土同大自然环境相并，要引进水源头的山区，迄啲较严山的客家族群。接上去做带头开发的角色，做得讲，虽然开发史未系客家的开战史。大概伫3万年前，台湾北部发生了动态的气候变动，今日下嘅松北地区立做无腐的地形，桃园地区是喺徛过做高工地，气候变动改变了也往土地上水线的航向。桃园台地下望徛过起来进前嘅太环海，也嘅水源头啲雪山山脉，下节本流做凤山海、沙子海、老街海、南坎海等，也伫河坝前面流入大海，係桃园地區嘅天然水苗。松北地區旱落下去過後，本身底下流過嘅新店海變做係大尾河，也嘅一條插瓦河繼續進變，前面都變青嘅。桃園台地嘅大漢海污染同河壩水搶走，形成一下嘅淡水河。下後，桃園台地嘅河壩逐漸就變做係無源頭嘅斷頭河。20世紀以形成凍欠水嘅環境。河壩安尼搶水，是指到大漢海同桃園接割咗河東同河西兩大煞。河東係矮山呢同高山嘅地形，都以較適應水源當足。河西主要係高原同矮山呢，天較高光，較無雨水，較潮濕，水源唔拉，單單就係開陂塘嚟囤水。故所人講，桃園係前陂之鄉。300多年前，羅主公對河西海順嘅觀音心腹上略，就按你開始一部治水治水嘅奮鬥史。啲龍潭甲岸里嘅4分陂，係啲桃園河西高原遷過嘅素材，係羅主公利用潛水開出來嘅陂塘。不過，因正出嘅潛水唔太，還係愛意思意水，爭燉嘅竹水，係一座蒙田檢測嘅蒙田陂。今年為80歲嘅張貴郎，也屋下對亞公書嘅就做人天龍，同人講4分陂下背嘅田，因正水源唔足，附近嘅耕種人陸陸續續對私田改種旱作，冇就同田賣鐵，變做係建築用地。就搶存咯，張貴郎一3分太嘅田還本本係私田。我爸同我講啊，你係375嘅田，
唔爱做，那唔做啊，我有调价收费。我4天的田用的啦，所以准备要打田打好了啦。你啊田哦，要打用边过，啊你啊头边打好，你啊打天一边要4天。天的水冇马游落水嘅，冇偏好，水冇啦就啊打唔平啊。冲凉啊，硬就都不好啊，做唔得冲凉，要做唔得冲凉。人为我讲他多，你所打到去就唔会平。人家4天的人看田落水了，田啊根本是就挺简单，田啊唔讲是就困难了。今年还得落水啊，比农村冇先落水啊。2021年，北台湾做太田旱，是一盆比嘅水凉都冻凉。总归人哦，受骗呢，就惊无水好用，会影响到书生。但日走顺按部就来捞田水。太祖还有破4天的啦，太祖田的事诶无还要跌死，太祖还有事咯就唔会，也有事诶我建议用一个就建议。你啊其实那顺来讲哦，差不多5点钟钟6点钟都好诶，秋天差不多2点钟用3点钟。那下冇条诶啊，所以效果不坏啦。呀，头摆按到东黄皮啊，采好改10月份皮，安掠下又改变壁虎啊。讲那天就讲我鼻筒下水条方啊，嗰水就啲清水行嗰边摘来啊，啲清水行嗰有条水条啊，所以跳落嚟用嘅。掠下矮田要用水。我啲下坡按着水，然后开水我也唔是爽啦，我就啲下坡出只啲下坡开。啲交通大学认为社会学内教授嘅罗列时，一定关心研究客家庄，并研究地区嘅发展，对桃园水利发展极动用心。龙潭在大汉溪的左岸，有一部分是比较高的地形。这种比较高的地方，更需要仰赖山皮，就是山上的皮塘，尽量的储水，才能够让山腰跟山下的田有灌溉用水。在整个桃园台地里面，相比之下是一个更困难的地方。罗珠江啲卡过江有水源嘅蔬菜，开比同炖水来饮田。顺便体现啲行卡大又有水源嘅蔬菜，又则个开比同。同东方嘅田橋，存到下來嘅水，集中起來飲野溪嘅田橋。安尼向下一段一段呢來開比同，水哦就全部打上鐵板石。同中歸浪所採嘅龍潭來比，啲用梅有能力嘅降下塘，是係啲當會出潛水量當足嘅潛水湖，就安尼發展出一套比同嘅公開系統。山下沃下田，施比施尊任施田，按照自给自足还是施啦。头摆个很了按照产水湖啊是个头摆产水嘅水仙啊，佢都个沃当个有按过哈，所以对了解啊是了解这个产水要更流能
出来。见榴莲出来时，你知道两只地方会做的，所以对料理开发。开发的时间这边讲，料理冇比糖炖水，所以是然后料理按煨起来，囤料理比糖包，做个再进的比糖包。喺比糖包按囤起来以后呢，做啊时间，然后以水炖起来时间，可以留个水去灌溉个下边个三角人来吃。你啊，落沃哈开始起啊时间，本身后半啊时间是有产水啊，为了避免产水都落到沃地方度，然后啲落沃啊体积啊贴50公分高啊，体积贴高起来以后呢，产水做唔得蹲到沃地度去，峡谷风嘅去流出来，流出来时这边讲好多个面前个鼻头去，边有只胶嘅面胶都慢慢被排出去。了下起到了嘅地方吼，这了是比塘嘅溢流口啊。假如来啊个下边一个按到散发水是头边嘅产水河流下来嘅水，假如后边呢后山就会包喺产水，所以了是有3种水对了嚟。头边你用钱可以利用这边讲水流下来，地点就蹲到了比塘度。南美是蹲到下边去流到天一只太鼻塘去，太鼻塘南美以后样子流到河坝度去，一直要流去了，看做流多只。这是俺台湾洗衫服的，台湾俺妈妈啦，还有俺婆啦，全部都要去洗衫。洗衫服的水都该水产空个以后流过来以后，你看洗衫服呢差不多都该水口的时间，结果又了水流到牛温水去，牛温水呢南美又流到个茭白笋田，进化以后呢是会流到个太平塘去呀。正常来讲，你的水是不用给它紧流天，还有南美又流转去河坝，因为你还有产水嘛，还有要沃下用的水嘛，还有该河坝水会慢慢紧流落来嘛，这是台湾严重水的模式，一直在利用啊。所以正常来讲没问题啦，这个太天寒的时间水唔大啦。借由涌泉建立一个比较小型的皮塘，再把这些水分到水田里面，有小的皮塘加上菌露，这个是传统的水利系统。从移民来到台湾之后，200多年来，大概一直使用到日本统治期间。1709年，史思邦作八宝樽，透温水河嘅河坝水来灌溉中华平洋成功过后，台湾各地就来学一种透河坝水来利用嘅方式。桃园杨梅、新木一带嘅蔬菜，每啲1743年透沙子海嘅河坝水来灌溉。沙子海南片嘅田用7升嘅水，北片嘅田用3升嘅水，故所按到37樽。我是唐宋台人讲，这门讲伫大陆过来啊，
只看到了放布啊，做得开发啦，了到钢铁人，了开发南圳到北圳。真正啊是用牛来两条水圳呢，背身行水，行水了后啊，了到外北上，就有水河造天，生活就有改变，就有米，有粮食，冇上台人当苦啊。陈庙伫乾隆年间来到永卫开垦，菜地嘅水源伫沙子海。係太雅创人大粒嘅素材，乡亲同我用水又驚太雅创人，3月多7家人同7家人嚴加落寨。陳廟看到安樣嘅情形，就想要來作準呢。佢8點3幾夜嘅香火，唔顧危險落去，成功作準透水，先後作嘅南準同北準。陳廟並無水利專長，全靠佢一點熱情、一點出心，來同鄉民解決用水嘅大問題。兩條山路南圳跳，跳過橋下斜跳，慢慢演變，到了下界南圳橋猛做跳。按個細時間呢，來了路冇人太跳，細跳去，按到因呢。奈路啊，跳過嚟人，我熱參排人來，了裝水車，了擺水輪到嗌，做唔得人啊跳涼水走。了隻水門就是南圳，探體去。基地底下做隻水門，割水割起來半天色。以前嚟會整水，比如講往上下多人，去排下多人來裝水，也是上嘅人用水唔多，開始會去挑水啊，挑這隻細空背溜人下。哦，佢係背地度啊，佢咪對你打人啊，唔就會打死哦。因前37圳竟有上漲用水嘅糾紛，據說日本統治台灣過後，沙成為頭一個本人接管嘅水圳，由公權力落來整頓。到今本還係楊梅、觀音、新屋其中一個重要嘅灌溉水廟。陳廟遇到公眾嘅事務，乜都冇旨意來傳香火。每項鄉民連登來服侍佢，3幾日同陳廟嘅香火都見，因為搭隻莊嘅就有一本靈冊嘅登記簿，8隻莊嘅據說很多8本譜，沒有當出名嘅8本譜字典。中华人民节120年4月初3日，天子长春来港外天了37圳来水，今晡日落來到3界ra真廟宮參香。8本獎啊，有8台莊嚟輪出，海南呢有3台莊，海北呢有5台莊。透過輪到入主嘅人啊，所有市民會搶到幾部下去，一年入主輪出，初一15啊，我來考究。8本譜字典傳嚟600多年，日後要面對要留下來也沒留嘅考驗。因前現代小家庭無法度安生，亦無法度隨時本信眾來參拜。
经过经参详经打合，就有嘅8本强，希望伫固定嘅所在继续来服侍。各位战士，希望大家嘅百忙之中来了参加安倍也系8本奖嘅历史造物。我了设立嘅中心系喜也系溜，喜是下校更入主，溜是眼来度了。大家用埋宝贵嘅意见，将提出来分享。论起来时阵呢，贡献社会啊，讲到后生仔出误会，拄我得到请求啥假面天了，结果性命就抢伊假来唔系啦，中间来条面上班哈，为当日为肖像为买哈，用一模反出来。我个人是希望在这啦，不然以后我儿子问我8本部在哪里，我跟他说我不知道。你这种现场讲那个传统啊，我们这个年纪里边不能把它破坏的，是不是加点点？因为大家讲唔好势，要像人采样嘅，还系本用练出，暂时就无按多乜嘅意呀。作嘅37尊，新屋用梅嘅开发，以为当好嘅基础。听日开始向内陆进展到太空海西片嘅开拓技能出嘅手里沙，咪就是也下嘅太海不得一条素材，含作嘅多見到寒地用嘅手里樽。照碳水堂自個嘅記錄，手里樽係客家嘅開墾頭人石器龍同開拓技能出手里沙嘅頭目手那人強下合作作嘅。開拓技能出提供土地，客人提供技術合作完成。在这种情况下，特别是客家跟萧里之间的合作就日趋密切，萧里也因此逐渐就客家话，讲客家母语，甚至不知不觉的就变成客家人。拜向了后土尊神北公北婆、北子北孫6位尊神。今日为本地首家祝他110年瓜子扫墓联合祭祖之日，南宫派下列祖列宗传下，众房子孙台北人，诚心准备请香请茶，三神办过，岁过同过。我们的祖先牌位上面记载的非常清楚，那英公呢号之母六，自称为开基主，也就是说他到龙潭萧里一带来开基。据我们的传说啦，或者是文献啦哈，萧那英早期在淡水厅当通译，就有一天呢，他突然在淡水厅的这个祭祀就消失了。据说当时就是因为南部平乱有功，朝廷就是说把龙潭啊，还有萧里这一大片的土地给他去开发。我们留在萧里的大部分是抄闽南语，龙潭来的通通是用客家话，所以我们在族里面呢，就很多后代啊，扫墓的时候都在互相争辩。有人讲说我们是闽南人，那另外我们龙潭这边就讲我们呢原来是客家人，那么还有一派呢就讲说都不要吵了，我们是环那做工，也就是说平埔族就是凯达格兰族。1756年前後，小李樽嘅水又唔拉用嘅，前面唔過危險密到太亞族勢力範圍內17歲後。不過不是有人會本人快頭，做地講下下就受到威脅。小那英嘅孫呢小東生就帶定聰人落去龍潭同路墘，去教做藝術。同蔡天人用夾，本客人同化體咧。有啲小李嘅聰人，係認真學老人同蔡天嘅勢力見來見態，咪本學老人同化體咧。
我觉得客家的竞争力建立在水利系统的新竹，还有水利系统的维持。新竹需要技术，维持除了靠技术之外，还要靠人权的关系。人家是准的水，喺啲嘅蛋糕嘅壁虎嗰邊流下來嘅，入邊入邊晒嘅鐵，佢唔單止需要嘅，還需要順條嘅散產水。入邊一散排入邊晒好千多產水啲不出來，所以一笪地方就按到產水高。鄭先生研究地方水利史當多年嘅，佢指定想喺前轉受理樽攞大嘅用嘅。受理樽進入清代嘅特色，就係順便採地嘅地形過大一條來做。有河壩就啲河壩嘅歌，有窩落就啲窩落嘅歌，故所我看到完整嘅水準都冇按改。要做橋，就我都反嚟寮橋，哦，最多我嘅就係反嚟寮海，跟順條嘅兩邊晒嘅就我都反嚟寮村，哦，而邊多一邊晒家下。第二條用嘅兩片晒嘅薄，那個時陣咧，這一薄咧冇做到按高。喺因為講你按照嘅天氣啊變態咧，太深水了，家下你真開始有氣嚇高條嘅。入邊晒就是流下去，就是下去家下有天一隻鼻頭，按到流水鼻，流水鼻高啲咧，爭到南線。到南線落去嘅，就差唔多到嘅受理鼻嘅。受理樽講開太海、南線、北德等6隻種嘅，本單係旱田變水田，地方嘅風貌規海轉變嘅，更加帶動嘅可以看事業嘅發展。曾老師，亞洲人都受理。係啊，入邊做我都開很多嘅全部做我都受理。喺啲見到6年家下要地目6，然後係漢語寫字路，即係佢一陣。嗰啲條件啊，本來係寫字路啊，而且嚟幾多見到16年家下就要教本，那我一時按照黃燕地演員教本期，佢哋做條件，佢哋做條件就帶嚟一條年啲嘅開展家，你想到。入邊就要有平埔族嘅，要有係學農人，要有人哋嘅客家人啲入邊實學。你用嗰條乜嘅三張吉王啊，做上面嚟家係唔方便，所以佢都鼓勵大家來先三幾日，而做盡到咗嘅響路啊，即係你哋入邊開嘅，而家就響路有成啲一整條嘅命咯，大家就可以認真嚟服侍，來祈求到三幾日。來保護我哋條金美希諾貝家下一切順利平安。黄燕里黄家当然就杨梅地区这一个重要的拓垦力量的代表。薛启荣基本上是北桃园一部分靠近中立这一带。知母六，也就是后来的萧家是龙潭，这样的一个跨族群、跨区域，然后也是跨家族的一种合作。黃燕里本搭集種嘅一撮3幾日嘅響路，建立信用權，按樣客家開拓嘅難處，好咯就保持和睦合作。討論水利工程分配林橋範圍、水量同水柱，就啲當然扣落10月15水管大地上讓你來舉行。族權就按嚟用㗎，3幾日咪就係代表天、地、水嘅3管大地。下後，成為苗栗北部到桃園地區3隻族群嘅共同信仰。張貴郎嘅田橋啲無水準，
无族群咿咿呀呀嘅桃园龙潭过年。记者就单人通马一家10万饼，用请老头拜嘅方式来饮甜。俩水莫比流太，俩老鼠空的石头机啊，主要说身体改变能看下来，个天顺要流水的味素，天顺啊冇流水，俩胃有水了就唔会走太，这样就会有水。你有没有遇过皮塘缺水的时候？有哦，那冇落水从前年太前年，这就冇落水的。俺俩用9天子唔是冇事了，就前年啊3月都冇事，到6月就有水啊，有事。那落天太来讲，容易就能年，年皮的时间可是用半年。头摆月妹做了田，月妹又出去做啊，做水饺诶，做表母，打打麻将，跟住老人做吞4田啊，吞割布啊，头摆用手割的呀，用手撕的呀，啊唔係將兩下用全部用機器啊，啊將兩全部用機器都係艱苦啊。我今年79岁了，22岁我就出去帮忙打工。做田的时间，人就不用冇去打工。田死落去的，人闲的啊，就会去打工。10國7110，走國3020，總共5萬人元。算7、8千元呢？差不多8千啊！啊，講我冇係要60嘛，我當然要60啦，然後冇60，留叫100件啊，講留200件咧，咁留完都留貨太啊！哎呦，萬事咩樣了，反正。伊啊，加个规切的爱用品啊，侬让我讲万事，系哦。5万多，差不多成本个样，你要买赔，要养的钱，今比割布的钱啊，要有7000亿啊。QQ 球啊，还有2万人啊，佢自家工钱就算唔得啦，4天了就工钱算唔得啦。因为欠水。也當佢水神冇乜嘅好，總歸人做得講係做拍攝，不過佢行起上嘅樹葉也啲開拍250公尺高同人耕嘅田，更加希望子孫會接定嚟耕種。姜聰明係高中嘅美術先生。因為透長年帶學生嘅喜歡嘅教學，就想喺打幫菜地嘅故事來提高學生嘅學習嘅興頭。故所就曾經研究地方嘅文史，對全台桃園嘅水利開發有當重要嘅發現。1841年，該些草井咧就掠一些。按成功，就掠位向到改片起條水道橋，呢個想法當簡單，掠片下高，改片下矮，假使入水，幾天就會到掠片溜到改片，就水位高低差。不過工程問題誒，該條水道橋，該係當困難啦哈。莫講該時間掠下未當困難。
1820年过后，因前有众多嘅移民落去抢水又抢地，族群当中总会经有相持斗打嘅事情。有建设嘅人认为，所以寻到大量嘅水源，装作地抗太港体，彻底解决徛到一步嘅问题。草卷不但係风山之烟，也因为吹通草工准有成果，背面成做淡水塘同志。为到要解决桃园台地欠水嘅问题，想去筑水坝，冇做起水橋，攞桃園河東嘅水源送到河市去。有條巷南子溝溪，180年前，草井被侵蝕，泛過倆西周山嘅山脈，影響到倆。不過，有隻問題為解決時，條件會散，那水有因改善，但是挖山洞，那水是則過去的呀。在清代就已經有提過，在這裡築水壩，升高水位之後，讓水流到桃園台地，進到八德、平鎮這些地方，就可以順的流到楊梅新屋這個方向。那這是一個很棒的水利工程的構想。可是靠近大漢溪是漳州人，更山上當然是泰雅。桃園台地這邊有平埔加上客家，族群關係很微妙，又需要合作，但是又難免競爭。1820年代，北台灣曾經有非常嚴重的械鬥，在這種情況下，族群之間的緊張關係都是非常大的困難。因前藏族、前族、河洛、客家經相持鬥打，經過嘅20年，還係本本共用。草卷嘅方案親密無阻。啲劉銘傳同一本書嘅就適有共用嘅想法，不過未冇做到。1912年，日本時代桃園做太田漢，這樣時台灣總督府已經同泰雅族安定下來，就命令總領機設計甘草桃園太圳，同太寬溪嘅河壩水嘅石盤綁開嚟打仗，跳河壩水落去，這個變到圳橋巷去，順等線路一龍做水橋。喺台灣清早用鐵井、防木泥來起草嘅共享工廠。常跳板音就要被水準，也趁到見人韓國嘅地方。你下來到桃園大圳，然後維修海拔140公尺。桃園大圳水，它主要係用來灌溉用。1914年先開始起，1916年長正式開工，係喺桃園大圳嘅歷史哈。我嘅進修片是係桃園大圳嘅2號隧道，喺1號水道橋度挑天人哈，當然看。2號水道橋，2號水道橋哦，動態啊，就啲果巷架橋，應該是看。你要是係2號水道橋出嚟維修，2號水道橋接挑天嘅2號隧道，2號隧道挑天接係1號水道橋啊，1號隧道。來到落水石門水庫嘅後池堰，然後係龍潭嘅山坑，呢個種嘅後池堰其實冇埋人哈。啊，接3號隧道之後會出去會到台海，台海會接4號隧道，4號隧道出去之後是大南，是到桃園台地出口咧，然後水送到桃園台地，灌溉整個桃園台地，海拔120公尺以下嘅天。而家係桃園大圳嘅功能。日本人啲明治維新歸海石化過後，
用西方嘅建筑观念来作桃园太尊。姜聪明因为系学西方美术嘅，对罗马艺术史料有洞深嘅研究，有摆机会了解到日本人是用嘅学到西方嘅技术。你选桃园大圳的斜率，这个方法选2节调到该4号隧道的长度原选用按你步数来选一铺系75公分，高度落是用 GPS， 当个系写海拔128公尺。该片每一些选嘅有公差，高度与除长度是走在变成界斜率。大家开始选脚谱哈。第一步开始哦，第一步，1、2、3、4、50、51、52、53、54、55、56、92、93、94、95、96、97、98、99、100。看到俩组合600步，600步一铺选75公分，选约是450公尺。海拔高度到地纬度算是127到128，出来算是稳定是129。用2公尺来算哈，450公尺深下去2公尺，你算看，佢嘅斜率是几多？2公尺比除450公尺除起来是0.0044，佢嘅斜率是4/1000， 1000公尺会降4公尺。罗马人让日本人设计水准的斜率很强容分为2/1000到10/10。该些罗马人的知识被日本人带来台湾。选出水准嘅车力，係會控制水流嘅減慢。車力特色，水流就慢，水準就當會蹲到內，冇就塞到。車力太高，水流又太急。水就會緊膨緊割，相關嘅設施就當會壞脱。用聰明發現，桃園太尊就有一定嘅車力，看得出來係經過詳細嘅設計。哎呦！這是特別的水準。你也看到了哈，也水準兩片的薄，兩片全部係斜的，當個下發，底下合，水都係流一些，表面的水流水下慢，底下的水流下急，底下的耐沙哈不會衝突，心裡也預計的時間嘅成本冇人過哈。以大汉溪作为水源，是比较真正的晚近之后，才逐渐的因为有材料、有工法，还有这个公权力等等等，这种比较大型的水利系统，而且是从大汉溪一路到海边，是到日治才开始形成的。桃園太尊嘅水源。睇到桃園台地方嘅老樽嘅方，像小利樽同三七樽嘅水就係對佢來嘅。當到比塘咪變做假嘅調節池，安尼桃園河西地區啲120公尺高以下嘅田丘，只有較足嘅水好用。鹽田嘅範圍包含北德、南崁、桃園、蘆竹、觀音、太原。新屋啲桃園農田水利發展項有動態嘅意義。戰後，在桃園大圳的基礎下，建立了大型水庫石門水庫，以大漢溪豐沛的水流，讓它越過桃園台地的最高處，灌溉整個桃園台地的田野，真正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一個完整的有大漢溪、有水庫的這樣的系統。三門水庫啲雪山山脈嘅頭前，
作水库家下要打通山壁，通水摕到平整凉潭一条所在，一条水路就是石门太圳。其结界的大部分桃园太圳以唔多嘅较高岗嘅矮山嘅欠水问题。石门水库诶，桃园主重绕的两条水圳，石门大圳绕桃园大圳的水源。你看石门大坝，大坝的下头后池堰系桃园大圳的水源，石门大坝的高度的位数，该系石门大圳的水源。一只系下头，一只系东沟。三门太圳完工以後，第三項是高陽同大陽兩隻儲水站。對大陽儲水到高陽，再個對高陽儲水到4分比。4分比係調節池。乾塊附近呢，佢也設甲嘅田橋。70年間很有強嘅流水嘅。到過後三門水庫嘅水，過大洋有來咧，嗰種冇強嘅樣嘅。嗰啲係冇用嘅，嗰水橋已經囤起嘢啊，叫冇用嘅嗬。嗰水落水了就會變下來啊。三門水庫嘅過大洋，過洋嘅是我儲洋差嘛。唔是講有時其實唔夠煮啊。之前嘅時間1年200橋算係一多嘅。跟大部分唔夠啊，大部分唔是種加水啊，佢唔夠就冇辦法，佢人家一夠裡面冇辦法嘅，佢水就冇來就冇儲啊。當冇簡單，望到來嘅水，沙現前納錢嘅人數唔拉來填水，高陽儲水站一下係標的嘅房，長春水門限採，係三門太圳江水巷千打上嘅。石门大圳其实并不是一个凭空出现的水利灌溉系统，它其实是建立在长期清代以来超过200年这个地方比较小型、比较传统工法的水圳系统，才成为现在的样貌。20年來，水利會希望將桃園太圳同三門太圳行過幾廿百口嘅陂塘連結起來，陂塘水再個經過水圳流到田橋巷去，形成水脈。水脈當中，陂塘嘅總水量大概嘅係三門水庫嘅噸水量，就像係錯付水庫，水庫嘅水來調節水脈嘅水，陂塘水來調節乾期嘅用水，好好利用嘅太平海嘅水。同300年來所開嘅陂塘，行過所作嘅水圳，安尼三門水庫就成為桃園地區水利運用嘅中心。石門水庫的建立就晚到戰後才真正的達成，這樣的智慧是一棒接一棒，不斷的技術提升之後所完成的。三門水庫嘅水對太平海來，太平海嘅水源頭啲雪山山脈。幾廿百年來，老祖公慢慢愛克服桃園欠水嘅問題嘅人，經過時代各族強嘅3萬大兵，總算做到嘅。豐埔就變良田，雪山嘅水可以得到無限改，嵩山飲水，木石茫茫。